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共读诗篇88篇，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88篇的经文。较早好开的歌就是主啦，但甲是互圣人唱，要用巴哈拉伫暗暝。上主拯救我的上帝啊！我面贴伫你的面前求救，愿我的祈祷到你面前，求你爱健康听我的祈求。因为我经历真侪患难，我的性命面临死亡，我甲要落阴府的人相反，拢无气力，无帮助。我互人踮伫死人中间，亲像受害的人倒伫梦内，无去互你气着，无去得到你的帮助。你甲我一直深天伫我身边，你的受气重重对我，你用海涌对四面迎接我。你互我的肢体离开我远远，乌阴淹没我，我受关禁，袂得出去。我因为忧闷，目睭花。上主啊，我逐日求叫你，我向你主倒。你敢要行奇事，互世人看？新闻敢会起来称赞你？人敢会伫梦内讲起你的慈爱？人敢会伫别茫的所在讲起你的信息？我的所在，你的奇事敢有人看袂着？伫无记忆的所在，你的公义敢有人会知？上主啊，我有对你祈求，早起时我的祈祷会透到你面前。上主啊，你是安怎气煞我？是安怎毋免看我？我对少年受苦，敢险死。我受到你即款至到心混乱，你的大受气甲我得罪，你用惊吓甲我毁灭。这代志亲像大水规日为我，你四面围困我，你将我的亲友隔开远远，我煞变做我唯一的同伴。今天这首诗篇88篇，还有明天要读的诗篇89篇，可以说是诗篇150篇里面最幽暗、忧愁、黑暗的两首诗啊，88和89。那这两首诗的作者呢，都是以斯拉人，一个是以斯拉人希曼，明天是以斯拉人以探。那这也是诗篇唯一的两首提到以斯拉人的两首诗篇，好，训诲诗。那以斯拉人呢，好，应该就是也是可拉的后裔。好，那这个希曼呢，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上第4章，还有历代志上的第6章，好，可以看到关于希曼的记载。那他有14个儿子3个女儿，那是利未的后裔。那这个希曼哦，那他写的这首训诲诗呢，曲调呢用马哈拉利二按哦，好对不起，马哈拉利按二，利按二，好，那这个利按二的意思是指卑微，好，是一个痛苦的对待，好，所以这是一首很悲情的歌，好，我们先要有一个这个想象的空间出来，好，那再来读这首诗。那这首诗好读起来可以说，第一个好很绝望，第二个好跟死亡好或是死后的世界有很多的想象或是描述。那还有就是他可能在这个当中陷入到一个孤单，无人能够拯救他的一个情境。所以这是一个在一个绝路当中，一个无路可走，而且无人能搭救的一首诗，很绝望的诗哦。好，那对照我们其他读的诗，好，那这首诗显然的，他好像没有找到力量。好，那唯一可以找到力量呢，就是在一开始的2节。好，前面的第1节、第2节，好，讲到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呐、我昼夜在你面前呼求，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愿你侧耳听我的恳求。好，那这跟其他的诗篇一样，都是向神呼求。那而且是用第一人称跟第二人称，就是我跟你，好，就是求神好能够听我的祷告。而这个诗人呢，不断的在神的面前呼求，所以我们
在前天86篇读到的大卫的诗篇啊，也是不断的用求你求你好，然后以及用主啊主啊好来呼求神。但接下来呢，第二段好是第3节到第9节，那讲到他为什么向神呼求，就是因为自己快死了。第3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与下到地府的人同列，如同无人帮助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不再被你记得，与你的手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地府里，在黑暗地，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那在里面呢，对这个死亡的描述，好，比如说第3节，好，我面临死亡，面临临近阴间，然后呢，下到地府的人，好，就跟死去的人一样同列。然后呢，第5节讲到被丢在死人中，又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好，不再被你所记得，与你的手隔绝。然后第6节把我放在极深的地府，在那黑暗，在那深处。还有讲到第7节，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一切的波浪困住我。所以这个诗人，那自己不管是什么原因要死，好是生病、疾病，或是战争，或是迫害，或是心理灵里面，好，那让他觉得自己已经几乎就等于死了一样。好，那这个情境也很像这个约拿，好，从这个要去尼尼微的路上逃走，在海上被丢到海里，被大鱼吞吃。好，那他也降到海底，在阴间，好像到了阴府一样的情境，好像自己真的已经受到死亡的关头里面，好，死门关前已经走了一遭。但是呢，差别是他还可以跟神说话，还可以跟神对话。好，那这也给我们一个情境，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蒙主恩召被主接去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跟神祷告？当我们在死亡之地的时候，阴间的时候，还能不能跟神呼求？好，那这个诗篇给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诗人把我们带到阴府，把我们带到阴间，把我们带到地府，好，坟墓当中。但是呢，我们还能够跟神对话，好，跟神说话，啊，虽然是很绝望，啊，但是呢，现在不是只有死的问题，啊，现在呢是到底死能不能瞑目，死了，好，能不能去心满意足，还是死没有办法死不瞑目呢？好，我们来继续看第3段，是第10节到第12节。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阴魂还能起来称谢你吗？你的慈爱岂能在坟墓里被人述说吗？你的信实岂能在冥府被人传扬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为人所知吗？你的公义岂能在遗忘之地为人所视吗？好，这里连续3节6个问号，好，表示虽然人死了，可是这个诗人可拉的后裔以斯拉人希曼，好，他还在表达的就是人死了，问题没有解决，好，人死了，问题还在，所以问题是什么呢？好，问题就是，哎，上帝好像这个诗人若死了，好，世人还不能够认识你，还不能够称谢你，还不能够诉说你的慈爱，还不能够传扬你的信实，还不能够知道你所行的奇事，也不能够认识你的公义。好，所以这里呢，提出了几个这个诗人他很在意的事情，就是神的奇事，那神的名、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公义，这些事情本来是诗人在活着的时候在做的，就是他一直想要来宣扬神的作为，称谢上帝的大能，然后颂赞上帝的慈爱，诉说上帝的慈爱，传扬上帝的信实，然后认识上帝的公义。可是这件事情呢，都跟着诗人下到坟墓里面去，就没有人可以再诉说了，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是诗人，好，他在阴间，好，在地府，在与神隔绝的时候，好，他很 care 事情，好，所以可见诗人也不是在 care 他自己好的问题，而是上帝有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来显出上帝好，你有没有与他同在，好，能够被人所认识呢？最后最后一段好是讲到这个诗人他呃跟神之间好的一种心中的表达，他在对神质问说：“神啊，你为什么丢弃我？好，神啊，为什么让我陷入痛苦孤单当中呢？”好，像第一节、第二节一样，13节，耶和华至于我，我要呼求你，每早晨我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就是在这么多的死亡包围当中，好，那如同1、2节，昼夜在你面前呼求，因为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恳求。所以他也是一样，每早晨我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好，不是只有啊、夜晚、白天、早晨。那这诗人呢，他盼望能够用祷告紧紧的抓住上帝。可是马上14到18节，你为何丢弃我？为何转脸不顾我？几乎要死，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你使我惊恐，烦乱不安。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用惊吓把我除灭。这些如水终日环绕我，一起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都在黑暗。好，那所以这个情境呢，好，他通通把他认为这是上帝所加给他的。好，那这个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好，上帝把这些困难加给人，第一个，要么就是他犯罪，要么就是他的祖先犯罪被咒诅，要么就是耶稣所说的，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作为来。好，那这个诗人呢，好，被离弃、被丢弃，好，在惊恐、烦乱不安当中，好，在上帝的怒气当中，好，如同水一起包围，好，甚至没有人、没有朋友，好，没有人与他一同在这里，他是一个非常的绝望和孤单，也让我们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十架七言，其中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好，就是在那个时刻，好，耶稣他的门徒背叛他，离开他，好，然后连他的亲人好都没有办法来帮助他，甚至连他的神好都离弃了他，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但是这首诗就在这里来结束啊，好，在这里来结束。想这首诗好，写这首诗呢，他可能没有要解决好人孤单的问题。他可能是要来呼应，或是要来唤醒，或是要来同理，我们都有这样子孤单的时刻。但是无论孤单的时刻如何，1、2节还有第13节，我们昼夜在神面前呼求，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还有就是每早晨我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好，让我们相信人不管面临什么样子的困难灾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祷告当中不会与神相绝，不会与神断绝，而是还是能够与神相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透过这首诗篇，感受到人在绝望当中、黑暗当中，在上帝的愤怒当中，是一种极度的绝望、极度的无奈、极度的一种失落感。而我们盼望，我们都不要陷入在这样的绝望当中，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是神你也应许，借着你所爱的爱子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主耶稣，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活在神的爱中。我们也特别为这一些活在孤单当中周遭的人、肢体、弟兄姐妹、家人来祷告，求神你的话能够与他们同在。也求神帮助他们能够在绝望当中能够发出力量即便是一丝丝的力量向神来呼求，神你也都听见，也垂听。
必定有你的旨意，有你的神机骑士，还有你的信实公义，要彰显在神你儿女的身上。我们这样子线上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